香港都市傳說鬼郵差。而家送信呢就一定唔興噶啦，大家都係用 email 啊或者 WhatsApp 咁樣啦。但其實喺50年至60年代，好多人都係會透過郵局去送信嘅。當時好多郵差需要徒步穿梭喺舊區窄巷嗰度派送信件，其中皇后大道成日都有啲靈異傳聞，而嗰度亦都曾經鬧出鬼郵差事件。可能好多人都聽過呢個故事啦，所以為咗新鮮感呢，我係根據網上嘅資料做咗一啲改編嘅。半夜送信嘅郵差，第一章，深夜嘅敲門聲。凌晨3點，皇后大道東嘅老唐樓裏邊，陳伯俾一聲緩慢嘅咚咚咚敲門聲嘈醒，聲音好輕，但就異常清晰，就好似有人將指尖關節喺木門上面輕輕敲擊一樣。陳伯遮咗隻眼，心諗：屌男媽，大半夜邊個敲門啊？佢披上外套，走到門前，透過貓眼向外一望，走廊空蕩蕩，只有一盞分明昏暗嘅燈泡喺度閃爍。奇撚怪怪啦！佢噏下噏下咁樣啦，都係拉開咗道門，門外咩人都冇，但地下就有一封泛黃嘅信件。第二章，冇郵票嘅信。陳伯彎腰執起個信封啦，佢個觸感竟然係好冰涼，好似喺雪櫃攞出嚟一樣。信封上面冇郵票，冇地址，只係有一行工整嘅毛筆字：陳志明親啟。嗰個係佢個名。陳伯心諗：哇，啲郵差會半夜送信嘅咩？陳伯皺皺眉，心裏邊隱約不安。佢拆開信封，裏面只係有一張白紙，空無一字。唉，邊個屋企死靚仔唔瞓覺喺度惡作劇啊？唉，佢搖搖頭，隨手將信抌翻喺張台上面，就翻房繼續瞓覺啦。第三章，第一個死者。3日之後，陳伯死咗啦。鄰居發現佢係撲咗喺客廳嗰度，雙眼呢就睜得好大，手裏邊呢就緊握住嗰張白紙。法醫嘅判定係心臟驟停。但陳伯一向好健康，從來都冇心臟嘅問題㗎喎。更加詭異嘅係，嗰張白紙上面唔知幾時多咗一行紅色嘅字：信已送達。第4章，鬼郵差嘅傳說。消息好快就喺灣仔傳開咗，有人話深夜喺皇后大道一帶會見到一個穿着舊式郵差制服嘅男人，低住頭挨家挨戶咁去送信。冇人見過佢咩樣啊。據說凡係睇清楚佢樣貌嘅人，一定會收到嗰封冇郵票嘅信。而收到信嘅你，3日之內必遭不測。有人猝死，有人發癲，有人離奇失蹤。第5章，法師嘅協議。恐慌蔓延，居民請嚟咗一位老法師驅邪。法師喺洪聖廟做法，燒符念咒咁樣啦。最後面色凝重咁講：我只能夠暫時趕走佢，但佢遲早都係會返嚟㗎。於是法師決定長駐廟中，鎮守此地。另一則傳聞就係話呢個法師呢，其實係同鬼郵差丟咗嘅。佢就話：若我一日不死，魚便不能踏足皇后大道一帶。從此之後，鬼郵差就真係消失咗啦。如果你真係咁不幸疑似遇到鬼郵差，記得凌晨3點唔好應門，尤其係聽到3次咚咚咚嘅時候。如果地下發現冇地址嘅信封，千祈唔好打開，用紅紙包住攞去廟燒咗佢啦。3，夜歸嘅時候，如果遇到穿着舊式制服嘅郵差，千祈唔好同佢對視。香港有好多唔同嘅鬼故事，雖然我哋冇辦法確保一切都係真有其事啊，定係啲人喺度鳩一下咁樣啦，但我哋就當聽下古仔啦。Follow Luna Estratalo，聽下睇下更加多神神化化嘅嘢。